成功真係唔單止靠盡力，仲要靠借力。夠膽出嚟創業嘅人，一定喺某一方面能力非常出眾，唔係佢哋都唔夠膽由魚缸游出大海。但係正正因為個人能力超強，往往流於孤軍作戰、單打獨鬥，為咗獲得生意，每日熬夜推廣、低價引流、主動推銷，但係就依然留唔住客戶，做唔大規模。其實現代商業早已告別單打獨鬥嘅蠻荒時代，個人力再強都抵唔過團隊嘅合作、圈層嘅資源。我哋需要團隊，原因就係我哋知道一個人嘅局限性，一個人可以行得好快，但係一個人先至可以行得遠。有一班共同目標嘅夥伴，先至能夠達成人生嘅遠大目標。當然好多人都話我有出去結識人脈嘅噃，冇用嘅，根本幫唔到手。點解呢？因為你起點就錯，你好多時只係搏命向上社交，並且希望最短嘅時間獲得最大嘅回報。但事實上，人脈建立係一種指數式回報，咩意思呢？就係啱啱開始嘅時候會比較慢，係需要時間慢慢累積，到後邊先至會長期爆發。其實呢個都好合理。想象一下，你認識嘅老闆唔係你嗰啲由細到大喺學校就跟你認識深交嘅兄弟，而係喺一個社交場合同你認識見面只有幾次嘅陌生人。只有咁短嘅交情，就想人哋同你合作，做幾百甚至幾千萬嘅生意，你認為可能性大咩？所以要將生意做大，一定要同人合作，但係要有實力嘅人願意同你合作。大家必須建立一個長遠而有意義嘅關係，唔係各種錢喺短期利益嘅烏合之眾。呢個就係點解我哋需要一個系統、一個共同理念嘅組織去發展人脈、合作共贏嘅地方。只有呢種長期經過互動、大家互相了解嘅地方，信任先至會真正建立起嚟，別人先至會願意將最優質嘅人物開放俾你，為你引薦你夢寐以求嘅生意。我係 Anthony Liu，香港 BNI 高級董事顧問，關注我，讓你了解更多人脈心法。